香港三大著名大廈，香港有3棟大廈都係非常之出名，甚至乎係國際知名。唔少遊客嚟到香港，第一件事都會嚟到呢3個大廈，觀摩朝聖，堪稱係男士天堂。第一個就係旺角建興大廈，位於花園街97號。由於佢之前低層有一個專門售賣羽毛球拍嘅專門店，所以大家去呢個大廈嘅時候都會稱之為買羽毛球拍。呢一棟大廈係九龍區最密集嘅1樓1集中地，佢上面每個單位都收埋咗唔同嘅劏房，每個劏房入邊都有鳳姐，只要大家去撳門鐘啱口味嘅話，就可以進行一個服務。當中亦都有唔少東南亞甚至乎係歐洲嘅選擇。第二個著名嘅大廈就係銅鑼灣嘅富士大廈。富士大廈位於銅鑼灣駱克道381至383號，喺建材街嗰條街。富士大廈樓高21層，每層都有10個單位，加埋佢嘅劏房數量，總共有超過130個工作室，係港島區最密集嘅大廈。由於佢個門口比較光鮮，好似有裝修嘅感覺，最出名就係嗰條閃靈靈嘅樓梯。呢一邊嘅質素同服務相對地係會比較貴少少。第三個就係位於尖沙咀嘅法利大廈，佢喺加拿芬道同寶立巷交界，聽聞係打工仔放工休息偷跳嘅好去處。法利大廈2至8樓都係1樓嘅工作室，每層大概20至30戶。而呢個大廈比較多東南亞嘅選擇，之前有新聞都報道過，一個掃黃行動中有個女士喺法利大廈嘅2樓爬咗落嚟，之後就發現佢係泰國籍嘅。如果大家有去過呢啲地方，都想檢查下自己嘅，可以嚟到我哋新蒲崗門市，我哋有多款性病檢測同埋男士保健，地址資訊同營業時間可以喺 profile 睇到，或者嚟到我哋個網站自助落單，記得 follow 我哋。